来，乡亲啊，继续来看中国的海关总署来决定，今仔日开始要恢复台湾的雪茄会当进口中国。台东种雪茄的面积高达2700公顷，馆长姚庆玲嘛对这个结果有所说明。那我们也成功的达到了，如果按照台东县政府和台东大学的标准来做这样子一个管理的话呢，可以达到99%的这个有害生物能够降低到99%以上。那这样子呢，完全符合不仅是输出大陆地区，只要农委会去谈任何一个国家的检疫，我想台东县的凤梨世家都可以在这样高品质的管理之下输出到任何国家。去年的9月，中国讲台湾的往来雪茄验出有害的生物，所以禁止往来雪茄进口中国。因为台东种真侪往来雪茄，对农民产生真大影响。后续县府嘛协助农民为病虫害防治来补强，它符合着国际标准。往来雪茄的产季在11月左右，到时阵相关的单位嘛继续要求农民甲包装厂做好品管，严格来把关。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